善的恩泽和各样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各位弟兄姐妹，在线上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是的，我们得到的丰盛的果子，我们成为那被祝福的人，是因为神，是因为我们遇见了神，也是神遇见了我们。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遇见你，我们来敬拜，我们来渴望，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他。遇见你，如果可以，你也可以在线上，在你的手机，在你的电脑前面站立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向我们的神来说，我们喜欢你，我们欢迎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然安然居住。跟神说，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致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神的面前，在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在神的右手中，我们拥有的是永远的福乐，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好处都不在你之外。遇见你，我们就遇见了幸福。是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保护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健康，更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在线上，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要敬拜你，我们都可以敬拜你，因为神是无界限的，神是无止境的，我们要来敬拜你。谢谢主。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然安然居住。向来神说，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让我们全心来仰望，来依靠，我便不致动摇。你与我同行，我们要爱神到底，因为这一生有你真正好。一起来，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
是不是？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大声来向神来说，向神来唱，来欢迎我们的神，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来对神说我们爱你，用这首歌来唱出我们对神的爱。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遇见你，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遇见你，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是的，最美好的事情就是遇见神。最美好的事就是遇见神。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我们继续来敬拜，让我们继续来渴慕神，让我们来继续来渴慕神，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用全人全心来赞美他，来欢迎他，来渴慕他。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物换星移即实在，唯有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与我同在。女神无欢喜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我们可以用这首歌来数算神的恩典，从神那里来丰丰富富的恩典，数不尽的恩典。一起来，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是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神所赐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丰盛，而且是有余。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为我们神是命定一切的神，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之外。让我们一起再来说，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一起来宣告，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举起我们的手来向神宣告，你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你的恩
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谢谢主，谢谢主，我们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恩典已经降临了，恩典已经降临了，让我们一起来用歌声来欢迎我们的主，因为恩典已经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了。哈利路亚，赞美他，一起拍手来唱。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花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你的能力赋予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能成就的事。是的，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我们将会变为刚强，我们会变为富足，我们会从喜乐变为，我们会从哀哭变为喜乐，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再来用这首歌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恩力赋予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一起来宣告，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归给这位在软弱当中是能力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当我们在软弱、当我们在无助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帮助。虽然你说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有许许多多的重担，但是你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凡劳苦担重的人、担重担的人可以亲近你，
因为你预备了安息，你预备了丰盛，你预备了足够的恩典，因为你用你的富足能力、你的平安、你的盼望来复庇着我们。感谢主，在我们面对艰困的环境，可能是我们内在的跟外在的，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凡事都能。谢谢主，即使现在我们面对在困境的当中，你依然不丢弃我们；即使我们是在病痛、在缺乏当中，你依然是那位医治、供应我们的主。谢谢主耶稣，虽然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困境，我们不得不有一些的调整跟改变。我们在线上，我们依然能够来敬拜赞美你，因为没有任何事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谢谢主，透过今天的敬拜，我们弟兄姐妹分布在每一个地方，在自己的家庭，但是你依然同在，因为你是无所不在，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将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困境当中再次站立起来的主。谢谢主，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开我们的心窍，能够明白在艰困当中我们不失望不放弃，你必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盼望的道路。谢谢主，用你的爱，用你的慈爱，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扶持我们，特别是正面对亲人失丧这样的一个哀伤困境，相信主你陪伴他们，陪伴他们度过他们人生最难熬的时刻。谢谢主，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看周报的消息啊，你也可以打开电子的周报。因为疫情持续的扩散，那我们可能预计在中旬过后，我们整个疫情也会慢慢的缓和，所以我们预计在下个主日6月19号恢复实体的礼拜。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回家来参加礼拜。我们所有的聚会报告都是在第4页。我们在7月3号也预定要举行今年度的第4次圣礼典哦，所以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请在6月19号之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6月27号起，每周一晚上8点到9点30分，如果对台语白话字有兴趣的，我们可以来报名有教材费200块这是给外教会如果有兴趣的。那迦南教会的会友，你还是有权利的哦，有这样权益，就是免费但是要报名。那我们再配合我们每天的迦南之声，我们这样的一个圣经共读进度，我们接下来会预定撒母耳、以斯拉、尼希米所以我也可以请弟兄姐妹来购买这3本的小册一起来研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你可以向小组长来登记，在6月26号前就是6月26号我们在401来缴款领书。那因为线上的礼拜，所以不便来到教会。那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奉献系统进入我们的网站，你可以透过超商透过这一些的系统刷卡等等这一些都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奉献。我们常存感恩的心，神的恩典够用，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
那我们一起来经历啊，虽然在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拦阻啊，我们依然可以信靠神，让上帝的恩典不受拦阻了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方式来进行奉献，愿上帝加倍赐福在我们所做的这一些的工还有你的收入。我们儿童的阿嘎贝幼儿阿嘎贝将于下主日6月19号起恢复实体的聚会哦。我们特别为这些孩童来祷告，那也有同步 Google Meet 线上来进行。那我们周三这礼拜的祷告会还是用线上直播。我们可以透过 Google Meet 这样的一个参与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感谢神，也透过过去这样的一个参与，虽然有限制，但是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这样的一个祷告会当中我们就一起祷告，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也能够让这些疫情很快的能够散去，让我们恢复这样平常的生活。那我们的德福据点持续停课到6月17号，那预计6月20号礼拜一恢复我们德福的活动请我们这些长者注意。我们第6组的吴之言姐妹于6月1号礼拜三蒙主恩召享受70岁，定于6月18号，就是这个礼拜六早上8点。在设立殡仪馆至善堂举行入殓礼拜，9点火化，1点半会回到教会2楼举行告别礼拜。那下午4点会于三峡的天品山庄举行安放礼拜。那在6月16号的礼拜四晚上8点在我们7楼礼拜堂举行家庭的安慰礼拜求主来安慰立志长老他们全家那我们在代祷当中继续为这个家庭来守望祷告。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再一次来，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弟兄姐妹，你可以透过线上的奉献来表达你对神的感恩，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建造，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来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主已成就了，他是如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经历疫情的风暴，仍然平安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求你在我们心中掌权作王，让我们凡事都寻求你的心意，而不是任意而行。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所看重的是你眼中看为喜悦的事，而不是我们眼中看为喜悦的事。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荣耀主你的名。这时候，我们全然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与才能，来回应主你的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福说：主的恩典够你用，主的恩典够你用，主的恩典够我用，是吗？如果你相信神的恩典够用，即使是在困境当中，上帝依然预备一条真的不容易去走的道路的时候，但是你用信心来坚持，你就必看见神的预备。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来读圣经路德记第2章，我们要从第4节看到第9节。好，我们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你看着荧幕，那我们也大声来读上帝的话，宣告上帝的话语，不只是在波阿斯、在路德他们的身上，也在你的身上。2章4节，一起来。不久，波阿斯从伯利恒来，他向收割工人问安说：“上主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上主赐福给你。”波阿斯问领班：“那是谁家的女孩子？”他回答：“她就是跟拿俄美从摩押回来的那个外国女子。她要求我让她跟在工人后头捡麦穗。她一大早就开始工作。现在刚停下来，在凉棚下休息。”波阿斯就去对路德说：“听我说，小姑娘，你不用到别人田里去捡麦穗，就留在这里跟女工一起。看男工到哪里收割，你就跟着女工捡取。我已经吩咐我的男工，不可欺负你。你渴了，就到水罐那里喝他们打来的水。”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神在困境当中如何引导你我走在不容易面对，但是又能够有丰盛盼望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来这个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看到这对婆媳在面对千辛万苦，然后从摩押的山地，然后下到这样的一个死海，或者是说在约旦河河床那边，然后要再从山地到海平面以下，然后再开始往上爬山地，然后回到伯利恒，充满了一段艰辛、危险、困苦的道路。他们可能要面对一些的强盗，面对一些不可知的危险。所以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这些妇女们就异口同声的说：“这是拿俄美吗？这是拿俄美吗？”跟他们所想象的，他们的印象，10几年前风风光光、富足的带着全家出去，现在怎么剩下2个落魄，经过这些的困苦风霜的女人？弟兄姐妹，面对人生的这些困境，可能你也经历了很多。我们先来祷告，愿主来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如何在你困境的道路当中来带领你。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
借着路得记，让我们看见过去士师记里面充满着没有王、任意而行这样的一个生活，提醒我们是不是也照着我们自己所喜欢任意而行，没有王、没有主在我们心中掌权。如今你预备，虽然在这样的一个缺乏、一无所有，或者是在失去、失落的人生当中，你引导、你预备，你让他们听见有收成，你也让他们要开始经历在缺乏的当中，神如何透过奇妙安排的供应，让他们能够面对生活这样的衣食的困境，也能够有盼望。谢谢主开我们的心窍，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神你丰富的预备。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透过10岁我们想很清楚的这一图这个图画非常的有名嘛但是我们实际从他们的困苦当中，却没有办法去想象说那幅图背后这样的一个意义那我们在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对不对食物是人最重要的嘛第一个要想到吃那在2015年，法国政府他们立法禁止就是大型的超市他们要禁止他们丢弃过期的这一些的食物。如果外表稍微有一些的损伤，或者说稍微过了这个赏味期那无碍健康的他们立法强制就是要把这些的食物捐给福利机构，或者是一些慈善的团体那这个法国这样的一个立法之后，也引起了全球国际社会对食物开始有一个反思，是不是过去我们浪费了好多的食物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没有东西吃这些孩子饿死所以开始促使国际社会每一个国家开始去反思，如何去处理这些可能稍微过期的，或者是还可以吃的这些的食物。那这样的一个立法也促使我们国内台湾知名的连锁超商那他们就开始展开这样的一个惜食计划透过这样的惜食计划，从2017年开始来启动。那每年你知道吗？大概抢救了3000万价值3000万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避免被浪费掉那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金额已经超过1亿多元那过去其实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的教会其实也有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惜食的计划，也有好多这些的弟兄姐妹同工他们愿意分别出他们的时间，参与在这样惜食的计划当中，然后提供给这些需要食物的家庭那也得到好多的家庭的回馈表示说这真的是很棒。如果以一个便当80元来计算那大概过去这样提供125万人可以饱餐1顿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平常我们真的是清理冰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过期了，那个过期了，所以就会把它丢掉。那这也重新让我们思考对食物的这样的一个看待。那这样的一个惜食的计划，不仅仅重新赋予这些的食物或者是食品有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价值所以特别是对这一些的需要的家庭我们觉得我们足够，但是你知道还是有很多的家庭他们一无所有，他们需要。所以其实从今天的经文来看，从这个2个婆媳，他们一无所有。过去他们从有到无，对不对？
他在他的谈话过程当中，全能的上主使我富足的出去，但是空手而回哦。这表示他正面对可能生活的困顿，所以他对这些妇女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美。”拿俄美是甜的意思吗？但是他对他们说：“你叫我苦啊，就是马拉啊。”他表达他过去丰富的人生，但是如今他面对连3餐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如何在接下来面对收割的季节，2个婆媳无依无靠，但是怎么样去过他们的生活，共度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难关。最直接就是3餐的问题，对不对？我们现在很方便 ，Uber Eat 点了就来，对不对？哎呀，我昨天为了一顿的晚餐，你知道吗？我的儿子订了Uber Eats来，结果等了1个小时，因为那个外送员把我们的晚餐打翻了，那我们又要重新订哦，真的不容易哦，那个食物真的就这样浪费掉了哦。所以我们来思想，如何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婆媳怎样在未来漫长的岁月，如何经历上帝的照顾哈。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哦，来思想，可能你正在像这对婆媳哦，这2个婆媳面对他们人生的困境、经济的困境，但是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或者是我们整个看路得记，我们要来认识这位神，到底他是怎样的上帝？他如何在你的困境的道路当中来引领你前面的道路，如同他引领这对婆媳一样。第2个，我们要来思想哦，认识当神给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权利，或者是说他托你照管的这一些的财富，你如何好好的来运用，活出上帝的恩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看哦，也思想一下，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在我的信仰生活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回应到上帝的恩慈？10岁之路可以说是一条漫长的路，也是不确定的路。你知道吗？这拿俄米她从伯利恒移民到这个摩押。然后他告诉我们的读者说什么？他告诉这些妇女说：“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什么叫一无所有？我们来思想他失落了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想。第1个，他先失落了谁？丈夫。过来呢？2个儿子。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支持的系统，对不对？支持的体系，所以他失去了支持的体系。过来呢，这3个人可以说是经济的支柱，所以表示他也失去了经济的来源。过来，他失去了他的价值。我到底存在是为了什么？可能我们存在，我为了另外一半，我为了儿子，我牺牲，我付出代价，不是吗？今天你努力的工作，孩子小，你为了什么？为了你的孩子，我来打拼；为了另一半，为了全家，那这些都失去了我自己的价值。过来，他失去了什么？认同。他过去离开了伯利恒，到了摩押，但现在要回来，可能别人会认为说你就是差在这个认同，所以你随随便便离开啊。过来，他失去了他的媳妇，另外一个28，对不对？离开了他，还有一位路德陪伴着他。最后，我们从刚才的经文看到他失落了什么？弟兄姐妹，
不要叫我什么？拿俄美，叫我谁？玛拉。他失去了自我。过去在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可能富足、喜乐、甜美的人。但现在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不要叫我拿俄美，不要叫我甜哦。我已经失落了过去那个自我，我现在是苦啊，苦不了啊，我是苦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面对这条道路哦，路德他怎样答应？他在半路，虽然拿俄美告诉他们：“你们回家去，你们回到娘家，然后重新再嫁。”但是路德坚持：“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虽然那时候他可能还没有信靠这位上帝啊，但是他从拿俄美的身上，他看见上帝的柔美啊，看见上帝的恩典。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见证，他开始去向往，他开始要去认识这位神，然后他开始用这样的一个甚至是比较重的誓约救抓誓约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愿上主重重的惩罚我。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你葬在哪里，我就葬在那里。这样的一个，他表示他要承担，他要陪伴，不管你年老，我都要照顾你。所以我们看到路德，他要承担一切失去丈夫，失去经济的价值做自我的价值，还有这一些的支持的体系。路德成为拿俄美的陪伴，成为他的支持体系，成为让他再次面对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支柱。所以我们看到一回到伯利恒，虽然他人生地不熟，对不对？他人生地不熟，但是他对他的婆婆说什么？我出去我现在出去看看哪里可以有捡拾这样的麦穗，因为他们从听说到回来，可能他们经过麦田，他们有看到了。在回乡之路，路德他承诺照顾他婆婆的晚年，所以此时我们看到他所面对的就是婆婆，然后他的心境，然后他的年岁。然后他未来呢？你知道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家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如果家中你有照顾过，你就知道不容易。然后渐渐的会有什么什么认知障碍？什么叫认知障碍？弟兄姐妹，失智所以现在叫认知障碍。你要经过这些，我都经过了，你知道吗？有时候会让你不知道怎么面对啊。有一次我妈妈告诉我说：“你那个钉子是要害我吗？”我哭笑不得，你知道吗？刚开始我不明白住在儿子的房间，他有一个那个布偶，妈妈就有一天告诉我，那个是要好像下咒诅咒这样嘛。我说妈妈，你是信主的人，你怎么会？我做牧师，我会害你吗？那后来不对，他那时候生病，那可能又影响到脑。那后来我们才明白，你知道有时候那个弟兄姐妹一对夫妇都是高知识分子，两个都是老师。那有一次来找我，牧师，我结婚几周年的礼物，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最想要什么？离婚。我说啥？为什么？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婆婆最近怎样，然后都诬赖她给她吃，她说她没有吃然后开那个水说都是她的儿子或是谁开的，然后不去关。然后我跟牧师娘一听一听，这个赶快带你妈妈去看医生。后来真的就知道说是那个认知障碍后来就改善了这对夫妇也没有离婚了。弟兄姐妹，你是要照顾这些年长者，
后续有这一些的问题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社会所要面对的。然后呢，年老的没有办法照顾，要不要送安养院？好多要面对的，不是吗？所以这些其实不只是当时候社会，现在我们正面对可能有这些的问题哦。所以我们看到他要承担这些责任，但是回到异地的文化，跟他摩押文化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人种不一样，关系呢，这些都是他要承担的。他回到伯利恒，他成为什么？一个社会的边缘人。可能因为过去以色列跟摩押的关系，他可能会被排斥，他成为一个弱势，成为一个边缘人。所以他怎么面对这样的群体？虽然他听说可能在以色列当中有特别的文化，照顾这一些的贫穷人、边缘人的文化，但是他要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边缘，或者是一个在人眼中的弱势者，他如何面对他生命未来的挑战？他陪伴着拿俄美，他一方面也要成为諮商，就是陪伴他，然后安慰他，然后听他诉苦。除了上主之外，这一些的妇女们没有办法了解他的心情啊，可能就是另外像这样的一个约伯的朋友一样，对不对？不了解他，然后刚开始安慰，后来怎么样？开始议论了。哎呀，你就是怎样，你就是怎样，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判断，然后论断。这边我们要看到，他要面对的一个，他是弱势者，他是边缘人，但是他要出门，出这个家门之后，他要碰到什么样的困境？可能他到了田地，从波阿斯的口中，让我们知道说他有可能被欺负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要面对10岁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欺负？摩押跟以色列的关系不是很好，会不会被仇视、敌视、被排挤？他有好多隐藏的危险，他需要去面对。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曾经受到这些摩押人的攻击跟陷害。我们看到士师以户，他也曾经用箭来杀了这个摩押王伊基伦。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这2个民族的关系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德不但是摩押人，刚才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外国人。其实这样的一个充满歧视，有时候过去我们早期的社会这个外国番红毛对不对？那个马街他来传福音的时候，就受到这一些的排挤，受到这些的歧视哦。那他不但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2国关系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弱势者，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单身，他失去了丈夫，他有好多这一些的可能在他身上。他除了辛劳工作之外，他可能要面对的就是不熟悉的文化。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他在捡拾麦穗的时候，他对工人的要求其实是不合乎当地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了。所以难怪我们看到，当路德在波阿斯的田地10岁的时候，波阿斯特别交代他的仆人不要怎样羞辱他。所以你知道，他面对10岁之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可能会受到拒绝、排斥，不懂得文化，这些都是他未来所要走路的困境。第3个，我们看到不确定的未来。拿俄美和路德回到伯利恒，家中没有男人，没有男丁，拿俄美已经年老了，经济就这个重担就落在路德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你现在正承担什么经济这样的一个重担哦。所以为了生活，听说收割，所以
他们也听说上帝的律法。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在利未记、在申命记，上帝有什么律法可以照顾这些贫穷人跟外侨。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他们要用什么养生？收割的季节大概是7至8个礼拜，7至8个礼拜收成完呢，后续可能还有小麦，但是一天你能够捡拾多少？可能只够3餐啊，可能连3餐都不够。虽然拿俄米一开始就知道说他有一个有钱的亲戚叫波阿斯，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还没有主动的去投靠他？因为后面牵涉到过去我们在迦南之声有提到的，就是小赎制、修结这朵小赎的制度。如果这个兄弟只有路德死了丈夫，他的小叔如果在，可以来娶她哦，但是他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亲戚哦，没有这样的一个兄弟了。那特别这个亲戚可能又不知道有多亲，那可能对这个要不要娶她，然后如果愿意娶她，进到他的家里，会不会善待他？这都是未来他要去面对的，他无法保证受到好的对待。基于这样的理由，可能拿俄米他没有主动先去投靠波阿斯。那么等到拿俄米终老的时候，以后呢，这个外国女子她如何面对她的未来？这都是路德他要思想的。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在回乡之路，他就为什么要让他2个媳妇，外国的女子回到他的家乡，可能回到他的家庭，回到他的宗教，因为不同的样宗教，你要在那边生存，其实很困难。所以这未来种种的理由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就说你回去吧，不要再跟着我。但是我们看到路德的坚持，路德的这样的一个陪伴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恩惠对待、善待拿俄米，所以他不辞劳苦，他愿意千里迢迢来陪伴。所以在这条蒙恩的道路，弟兄姐妹，你知道是以上帝的话来做开始。他们听说上帝眷顾百姓，对不对？使这些百姓有好收成。那这个相关联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醒说，哎呀，至少我3餐有望了。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利未记23章22节，一起来念来。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割所遗漏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的话带来什么？盼望。至少我失去了经济的能力，现在至少我3餐有着落，只要我愿意努力，对不对？有人不愿意啊，有人说他可以去做什么，他就是不愿意。所以要人助天助对不对？自助你要先有自助嘛，给你机会，你要不要？第二个，我们看到《申命记》的24章19节，一起来。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神必在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带有什么？给这些弱势的边缘人，所谓的边缘人就是可能他所说的外侨或者是可能不被接纳的这一些，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他们，上帝没有忘记你你可能是在缺乏当中，所以路德就对拿俄米说什么？容我往田间去。其实这句话是路德他在迦南的一个生活的开始，
所以容我往田间去。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他要面对充满好多这一些的困境，对不对？可能是要被性骚，可能是要怎样啊？要有这些被排斥啊，被拒绝。但是我们看到他说：“我如果去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来取食啊，来拾取麦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她是一个外邦女子，跟她的家乡的文化截然不同。一个在陌生的环境，你知道，她也要硬着头皮，然后面对这样的一个文化，她要入境怎样？入境随俗啊，她才能够生存。但是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哦，他对这一些的地方都不熟啊，然后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就主动说什么好，容我往田里。他没有说我陪你去，我先帮你带路，然后介绍一下环境，没有。但是我们这边看到什么？他面对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情况，他相信上帝的预备。相信上帝预备的一个恩典的麦穗田给他，所以他凭着信心，他走出这个门之后，不知道会面对什么，但是他就带着信心，他听说上帝的话，所以他就这样相信了。听说上帝的话是留给这些贫穷人、这些边缘人有机会可以捡食，所以他带着这样，他带着可能会面对流泪，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羞辱，他走进这样的一个田地。但是我们看到神恩待了这样一个路得，一个外国的女子，所以他向这个收割的工头啊，就是监管收割的仆人，请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他要求我让他跟在工人后头捡麦穗。他一大早就开始工作，现在刚停下来，在凉棚下休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如果照农田他们在收割的程序啊，这是一个不当的请求。照正常的作业程序，他们必须要等到麦田收割完之后才能够开放。但是他说什么？让我跟在你收割工人的后面好不好？收割工人后面应该一般都是女工，然后后来才开放给这些的穷人、寄居的孤儿寡妇来捡食，才能够进入到麦田，不然他可能会妨害这一些收割工人的这样的一个作业，所以他会扰乱整个这样，可能会被斥责不懂规矩。但是呢，我们看路得，他在那一天，他捡拾了多少？他捡拾了一法大麦，一法大麦大概多少？大概22公升的大麦，相当于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所以我们来想说，他这样大概可以吃1个礼拜。那换句话说，路得他很拼命的工作，对不对？他开始这样的一个努力的工作，然后呢，稍微休息一下，有机会就开始捡食。他是跟着工人的后面，不是等待说他们都收成，然后捆好了拿走了，然后再去捡食剩下的。那我们来想说，1个礼拜工作几天？6天好了，扣除安息日嘛，对不对？这样有8个礼拜，那累积了48个礼拜的粮食。那有解经学家再稍微计算一下，大概快1年的粮食。哇！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这样，可能他们在未来这快接近1年的生活3餐至少怎样不会成问题了。但是未来呢，我们不晓得继续怎么样走下去啊。但至少我们看到他愿意走出，然后走进上帝所为他预备恩典的田地。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这些慕道的朋友，上帝为你预备了一块丰富恩典的田，你愿不愿意走？
你愿不愿意走进凭信心？可能会遇到一些的，这个是哪里来？穿的这样，可能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会对这些外邦的，或者是这些边缘弱势的，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歧视的眼光？我在看到这一段也提醒我们自己了，特别是我们在牧养过程当中，是不是会用身份地位或者是外在去评论一个人？第二个，我们来看到活出恩慈，见证主恩。我们如何活出像波阿斯一样？作为富裕地主的波阿斯，我们看到他善用了上帝给他的恩赐资源，他好好的管理上帝给他的资源，他善待了路德这个外国女子。可能路德他在别的田地他已经被赶过了，因为他不懂得这些文化。第2章开始，我们看到波阿斯对路德的照顾其实是超过律法的要求。律法的规定不可以赶走这些捡麦穗的，但是他又另外邀请路德到他的田里去捡麦穗。第一句话就告诉他说：“你抱歉哦，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可能地主会说：“你去赶快去别的田地去拾取啊，不要在我这边哦。”他可能饥荒过后，他要累积更多。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波阿斯不是他多方的恩待，特别他允许路德去捆好的地方，如果有掉落的，可以捡拾。到后面，如果我们再看，他又吩咐工人呢，他顾及了路德的面子，送给他，可能他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他吩咐工人说什么？你们从捆好的麦穗，然后抽一些放在旁边，让他怎样捡呢？哇！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路德善待拿俄美，这样的善待也发生在波阿斯善待路德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波阿斯他活出上帝恩慈这样的一个见证，神给他有丰富的资源。他看见这些人的需要，就好像耶稣看见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他们。那我们呢？我们看到波阿斯，他是整个故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使这个家庭从苦难转变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个我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能够成为这一些贫苦人、这一些缺乏的人，他们在面对人生命运的转变当中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角色。也提醒你我在这边，如果神给你有这样的资源，你可不可以分享？就好像经文说施比受怎样，经句说什么施比受怎样，更为有福啊。最近在我们的小组组长有播，就是弟兄姐妹他们面对有一个弟兄，他长期一个信徒，他长期的卧床，他没有子女，无依无靠。过去只靠一些教会的救助金，那另外就是靠他的妹妹来帮助，但是他的妹妹也不是很富裕。所以我们组长就在群组私下唤取这些组员，可不可以一起来关心？除了教会有这些的资源之外，是不是可以大家的爱心奉献，为这个弟兄？所以我在群组看，这个弟兄姐妹就他多少这样哦。那牧师在那个小组也是我们一起来参与哦，那怎么样帮助这个困苦缺乏的弟兄？他无依无靠，他没有经济的资源，他只能靠这一些的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救助，还有教会每年提供这些不是很多的这些的救助金。剩下就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们活出上帝的恩慈。
他们主动，他们愿意来分享，使这个弟兄或者是这个信徒，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帮助度过他这样的困境，这样的晚年。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我们从波阿斯的身上有没有可以学习，说我如何操练像波阿斯这样对待人的恩慈这样的一个胸怀？最后一个，我们看到波阿斯他一接触他的工人，他就告诉他们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是一个充满神的恩慈，所以透过他，其实我们看见上帝如何透过这个人来彰显上帝的恩慈。今天上帝也要透过教会，透过你，透过我，成为这些缺乏人，他们转变他们生命命运，他们生活一个祝福的管道。弟兄姐妹，邀请大家一起来经历，我们就看见刚才2段的经文，你这样做，上帝就在你手所做的能够什么？加倍的赐福在你的身上。这个就是你愿意提供这一些的资源给这些缺乏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同在，真的就在你手所办的。波阿斯他对路德说：“女儿，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我们看到波阿斯的身上彰显了上帝的荣美，上帝的恩慈，上帝要给人的恩典。在这边我们看到，正当拿美他烦恼，可能他出去路德不知道会不会碰到一些的困境，但是回来跟他分享说：“我今天到哪里？”然后波阿斯，跟他心里所想的，他所期待的一样。感谢神，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道路其实都有上帝美好的安排。刚才的不确定，但是因为有这样的恩惠相遇，所以上帝为他预备的未来。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可能他开口大胆的向监管的仆人说：“容许我跟在这些工人后面，虽然不负这些的规定。”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恩待，透过主人波阿斯，他更多的恩待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看见上帝真的，我听说，但是现在我亲身经历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要透过这一段，我们来顺服上帝他恩慈的引领。他在你人生当中，可能你成为波阿斯的角色，你愿不愿意分享你的生命，分享你所掌管或者是管理的资源，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愿不愿意活出这样的恩慈？各位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即使你在困境当中愿不愿意让上帝来引导？他一定有奇妙的安排，除非你放弃了。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宣告说：主的恩典是够用的。主的恩典够用，不管是人事在怎样变化，相信他要带领你前面的道路。万心已经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
常相伴。不换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弟兄姐妹一起来宣告说，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否别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神。再一次来宣告，你的恩典够用，主，你的恩典够用。何时我们软弱，你就何时来护庇着我们。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神常相伴，永不离弃，永不离弃，神常相伴。主，我们感谢你，你永不离弃我们。因为你是以马内利，你是与困苦人、与穷乏人、与孤儿寡妇、与每一个人同在。谢谢主，即使我们在面对我们人生的困境，你依然预备一条盼望的道路。在人的尽头，是神你的起头。你关了一扇门，你为我们开一扇的窗。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我们永恒生命的时候，你既然预备了自己成为挽回祭，成为牺牲的那一位，为了就是要帮助我们开启一条恩典之路、盼望之路。谢谢主耶稣，你的话也提醒我们，看见这些困苦穷乏人的需要，我们愿意给，就成为有福的人。透过波阿斯的角色来提醒我们，你把丰富的资源给我们照管。求主圣灵也提醒我们，好好的运用这些资源，让这些困苦的家庭能够成为蒙福的家庭。愿主耶稣基督你丰富的慈爱，在天父上帝恩慈的手带领之下，有圣灵的感动，永不放弃，直到遇见主面，直到领受你丰富的资源跟赐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只要见人生，没有难成就的事。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靠全人生，没有难成就的事。
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弟兄姐妹，我们班长将荣耀归我们的主。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边，别忘了下个主日有实体的礼拜哦。我们愿主赐福给大家平安喜乐，请坐。